高中的教育会考目前是已经考了啊。有老师反映讲，英语这科阅读的头一条的题目，甲之前公布的111年参考试题本内底头一条是一模一样。命题单位讲，考虑公平性，这条会送分。高中教育会考第2天考自然、英文甲英听，考生拢认为今年的考题袂讲真困难。上侪拢是考生活中的代志，比如讲再生能源、病毒潜伏期、古代砒霜盐分占气度这块，素养题真明显。偏向素养化，然后把你融入到生活中，比较有情境感的去写这些题目。报告老师分析，今年自然科图表型的题目有8成，创6年来的新高。看单元整合的题目加真多，整体困难度甲去年差不多。考验学生在对于图表解释能力。然后是否能够从图表当中去找到解题的一个关键？上面一节考英文，阅读第一题是一张图内面一个查甫人手来赶一个篮，篮内面有葡萄，叫考生对4个选项内面选出正确的量词。有老师发现，这题甲审测中心进前公布的参考试题完全同款。审测中心国中教育会考全国事务会1案共同发声明，英文考阅读第一题所有人拢有分。参考试题本虽为公开资讯，但基于公平性考量，112年国中教育会考英语科阅读测验第1题一律给分。审测中心讲，高中教育会考每年入围进程，拢会针对过去各年度使用过的题目，该设定正这标项题，所以袂出这款题目。对这边用到过去审测中心家己所公布的参考试题。审测中心将会检讨题库内面试题的管理机制，予以后莫再发生这种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